路加福音第9章，耶稣召集12使徒，予因有能力甲权柄，通制压拢总的鬼，佮医好所有的病症。然后，伊找因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佮医治病人。伊交代因讲：出门的时，什么拢唔通带，唔通带拐仔，唔通带旅行地，唔通带食物，唔通带钱，嘛唔通有2领内衫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就住伫遐，也对遐离开。因若唔接纳恁离开迄个城的时，就将卡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因出去一桩过一桩传福音，搁伫逐所在医好病人。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听到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心内非常不安，因为有人讲，施洗者约翰已经对死人中国活，嘛有人讲以利亚有出现，搁有人讲古早的一个先知有国活。希律讲：约翰，我已经甲伊斩头啦。安尼，我听恁在讲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人？伊就爱要见耶稣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的代志，拢甲伊报告。耶稣就简单带因退去一个叫做伯赛大的城，群众一个知就缀伊去。耶稣欢迎因，讲上帝国的事，互因听，佮医好遐个需要医治的人。入要暗的时，12使徒来甲耶稣讲：请甲群众解散，通互因去附近的庄舍找食物甲大的所在，因为咱伫遮偏僻无人带。耶稣甲因讲：恁互因食。因讲：咱只有5个饼、2尾鱼，若要去买，哪有够通互遮侪人食？伫遐差不多有5000个大部人。耶稣就对门徒讲：叫因分组坐落去，逐组差不多50个人。因照安尼做，叫众人拢坐落去。耶稣摕迄5块饼甲2尾鱼，仰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群众。大家拢食到饱饱。门徒将所剩的食仔拢捡起来，拢总有12篮。有一遍，耶稣家己一个在祈祷的时，门徒来找伊，伊问因讲：众人讲我是什么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毋过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古早的一个先知国活。耶稣搁问因讲：恁呢？恁讲我是什么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上帝设立的基督。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这个代志。伊讲：人子一定要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祭司长、甲经学教师拒绝，佮互因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耶稣搁对众人讲：要缀我的人，就否定家己，逐日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，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伊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煞丧失家己，也是毁灭家己，有什么利益？对我，甲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，人子伫伊家己
甲爸以及圣天使的阳光中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这个人感觉见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的要被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。这话讲了，差不多8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就山去祈祷。伊在祈祷的时，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色色。忽然间，有2个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，来甲耶稣讲话。因伫阳光中出现，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，来完成使命的事。彼得甲伊的同伴忝甲困去，因一个醒，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徛做伙迄2个人。因得要离开耶稣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伊毋知家己在讲什么，伊在讲这个话的时，有一片云来，甲因搭地。因互云包围的时，起惊吓。有声对云出来讲：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，恁就听等伊。迄个声讲了，干焦剩耶稣一个伫遐。有一段时间，门徒拢惦惦，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见的代志。隔日，因对山顶落来的时，有规大群人来迎接耶稣。迄时，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话讲：先生啊，我这个后生叫你来看卖咧，伊是我的孤囝，贵一个负心，伊随时乱话，背后伊抽带，扑白破烂，搁甲伊伤害，拢毋放伊煞。我有请你的门徒，甲伊跪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耶稣应伊讲：哎呀，毋信阁腐败的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，我着吞忍恁偌久，甲你的后生带来遮。伊互人带来时，鬼甲伊摔倒，互伊抽带。耶稣就责备邪神，医好迄个囡仔，将伊交互老爸。众人对上帝伟大感觉真着惊。众人对耶稣所做一切的代志，要得着惊的时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：这个话恁着注意听，人子得要互人出卖，交伫人的手头。不过门徒无明白这句话，因为意思有对因看起来，互因未明白，因嘛毋敢问耶稣这句话的意思。门徒互相争论，什么人上大？耶稣知因心内在争论什么，就牵一个囡仔来徛伫伊身边，然后甲因讲：无论什么人，为着我的名接纳这个囡仔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伫恁众人中间，上细的，就是上大。约翰讲：老师，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甲伊阻挡，因为伊无甲阮对理。耶稣甲伊讲：毋通甲伊阻挡，因为无反对恁的，就是为恁。耶稣受接就天的日子得要到，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。伊差派使者带先去，因入去撒玛利亚人的庄头，为了耶稣准备。迄所在人无欢迎耶稣，
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。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，就讲：主啊，愿对天顶叫火落来，甲因毁灭好无？耶稣活过来，甲因击毙，因就去别个庄头。因伫路中的时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讲：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缀你。耶稣甲伊讲：狐狸有空，空中的鸟有收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耶稣佫对另外一个人讲：来缀我。迄个人应讲：主啊，互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。耶稣应讲：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，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佫有一个人讲：主啊，我要缀你，不过互我大先转去厝里，甲家内的人3时。耶稣对伊讲：手看伫落尾，腰伫月头看后面的人，无适合上帝国。